中国人、马来西亚人、甲新加坡人写的拼车这个华北个词类是啥物意思呢？安怎听着像甲北马专讲话，也是北马的南福建话讲的拼车呢？毋是拼车，其实毋是拼车，莫误会。伊其实爱讲的是卡普。台湾人甲香港人是翻译成强绳。我是感觉香港人甲台湾人写强绳是较有合理的。注意哦，拼车的拼字其实毋是写拍拼的拼，也是拼命的拼。安怎我一直咧想，安怎伊是写拼车，我就开始想，华北句有啥物词类，其实有写着拼字，我就想着拼夺，拼夺就是斗做好组合。另外一个词类就是拼凑，拼凑就是甲烂散的物件夹做好。但是我已经去查了拼夺甲拼凑的意思，我就想讲，拼车安怎会讲拼车？你若是互我看拼车即个华北个词类，我阁想讲是即边有一顶车，后顶阁踏一顶车，阁踏另外一顶车，一层一层安尼款踏，叫做拼车。我就想讲，无合理啊！不如写强绳，毋是阁较好？